香港人喺珠海買景觀樓有咩選擇？最近真係好多香港 fans 嚟珠海買樓啊 ！Let's go！我哋睇嘅第一套就係珠海嘅地標啊，日月貝。右邊咧仲可以望到港珠澳大橋嚇，返香港都好方便。呢一個位置有冇 fans 中意啊？第二站我哋去到咗十字門，如果想喺十字門揾景觀嘅呢一套，你真係千祈唔好錯過啊！想要睇河景嘅都可以幫到你嚇，呢個係珠海嘅前山河啊，望出去就係澳門嘅葡京啦、觀光塔，樓下仲有環宇城。第四站我哋望一望中式園林啊，仲有會所添啊，哇！呢個中式園林成個珠海都好少有，俾個讚你先。呢個景觀咧係直接開門見山啊，望成個山景，哇！今日仲有彩虹添啊，真係幸運啊！樓下咧仲有一間滑雪場，國慶準備開業，如果想滑真雪可以嚟玩一玩下。呢間咧係喺珠海嘅唐家，望成個中山公園再加埋海景啊！呢種雙重景觀咧喺成個珠海都好少有啊！31年嘅珠海陀地有咩唔明？隨時問我。第四代住宅嘅梵高星空泳池，呢個真係度假 feel 啊！唔好攔住我要瞓喺陽台。OK， 告一段落啦。咁如果有更加多嘅 fans 朋友對珠海係唔了解啊，想喺珠海買樓的話咧，可以揾到我幫你專門做一份置業計劃嚇。